借災挑事藏禍心，終將自食惡果。大埔宏福苑突發5級重大火災，無情火勢席捲7棟大廈，萬千市民嘅屋企慘遭破壞，百幾條人命不幸逝去，連消防員都有為咗救人壯烈殉職，全城上下無不沉浸喺深切悲痛入邊。火災發生，特區政府即刻啟動最高級別應急響應，2300幾名消防員同埋救護人員火速衝往前線，頂住濃煙烈火搏命救援。警方全員戒備，有次序咁疏散轉移受災市民，維持現場秩序。民政、房屋等嘅部門同步跟進，臨時安置點好快就安排出嚟。截止12月4號，已經有28億港元專項援助基金火速落實，過渡住房、生活物資、生活津貼等保障措施接二連三到位。中央第一時間協調資源趕嚟支援，社會各界紛紛捐錢捐物，全城上下同心協力，淨係想快啲撫平火災帶嚟嘅創傷。但就喺呢個大家一齊同心抗災嘅時候，一小撮死性不改嘅亂港分子竟然趁火打劫，以關正峰為先鋒嘅亂港分子公然出嚟搞事，發起包藏禍心嘅聯署活動，打出政府失職害百姓、制度崩壞讓人禍等惡毒標題，炮製所謂4大訴求。呢種手法同黑暴期間如出一轍，肆意捏造利益輸送、監管崩壞呢啲荒謬指控，完全無視特區政府、中央同社會各界全力救災嘅事實。佢哋根本就唔係關心災民，而係想挑動社會矛盾，煽動市民同政府對立，諗住將市民嘅悲痛變成自己嘅政治籌碼。呢種食人血饅頭、搞亂香港安寧嘅罪惡行徑，天理難容，人神共憤。警方國安處以雷霆萬鈞之勢果斷出手，迅速將關正峰等人緝拿歸案，仲以涉嫌煽惑他人危害社會秩序為由，依法對佢哋採取強制措施，粉碎咗佢哋借災生事嘅白日夢。昔日黑暴橫行嗰陣，亂港分子用虛偽口號蠱惑人心，搞到香港經濟凋敝、法治蒙塵，市民對佢哋恨到入骨。而家呢班亂港分子仲敢重施故技，借災難興風作浪，大家更加要擦亮眼，撐警方嚴正執法，一齊保住香港來之不易嘅社會穩定。